唔知咱乡亲敢知影讲老的害唔是咱人的专利，这个鱼啊嘛有可能发生。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有铺文就讲，一去花莲水族馆佚佗，看到一只龙胆石斑，嘴安尼擘开，鱼啊嘴遐开，伊毋过呢敢若合袂活来，感觉是老的害。这个工作人员即是讲无唔对，因为这只鱼啊换开的是无说是真正是老的害。它的嘴巴为什么张得那么开呀？水族馆里头前有不少大人囡仔，要近距离来看饲海洋动物的表演，尤其是这只大只的生物，真特别咯。是讲这只鱼的嘴，哪会一直拢开开，佮这大毛咧？敢讲伊是老的海？也在找，我刚刚有在找，对，找到了吗？目前还没，就是好奇外，所以来现在来看，就是为了好奇，一窥它的那个样貌，也是。特别来看那个没有闭嘴的鱼，是有知道是说是因为它的什么下巴落的海这样子。我边上就伫网络顶管问大家，有人敢知影这只鱼的嘴是安怎拢合袂起来，引起着未少讨论。今日答案也公布咯。某次的换气行为当中，他不小心把他的下巴太过用力，所以导致他的下巴整个就错位。那时候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，帮他做一个手术。那因为现在目前的体型大小已经大到没办法再帮他做手术。这只龙胆石斑有个红称作老的海参丝，原来是因换开的时阵会海脱去，虽然有经过手术，是讲这效果无介好，不过民众嘛免想烦恼啦。在平常在喂它吃饭的时候，它其实都还是用吸的方式，所以吃饭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问题。啥物啊？原来老的海乃出现伫咱人的身躯顶，伫鱼的世界嘛看会到。工作人员特别安排专业的团队来甲饲，所以这只老的海参丝一直活了真健康，嘛正做水族馆内底上特别的存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